台湾近比和目前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，累计确诊人数维持在440以上人。唯一有变化是基础隔离人数增加到450人，形成关于疫情同问题。指挥中心宣布对近比实施快封精神科病房器官病人，当日100多快封200人，全场都在等最严密。台湾疫情有加翻的国家高雄乐团同两堂院筹案部强下派的音乐会，采用网络线上来直播，和四派的快封500观众入场。通过结果，台湾行出疫情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包含欧洲、美国、日本、中国一条主要经济体，第一季 GDP 成长表现都看唔好，还有条一直研究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认为是负成长的。不过，台今年认为关于疫情控制到相对有较好，韩国有大的国家渐渐的解封的，完成今年经济成长率2%应该冇问题。特别是近比宣布对2年初一起始，市政府公开的场所都会开放，不过天才合乎3项原则，包含保持社交距离、无度实名制，能够有无强化示范，不过高中制以下可教限期唔开放。巴西确诊人数超过34万人，是相处过美国全世界第2多的。北洋入世建议宣布禁止到美国以前14年，直到巴西的所有外国人入境。